23歲女第一次上郵輪玩，今次係搭麗星郵輪3日2夜出公海，7點鐘喺海港城上船，第一次360度睇維港，香港夜景真係世一靚啊！8點鐘喺麗都餐廳食 dinner buffet，中西餐素食都有，但嘢飲就得果汁同埋咖啡，想入可樂同茶都要俾錢。最好味係佢個蜜糖芥末魚柳超嫩滑，但係個咖喱蝦就真係世界級難食啦，你會唔知自己食緊咩肉同咩味嘅。食飽就梗係周圍參觀下隻船啦。呢個極限娛樂館就係一個迷你冒險樂園，雖然地方細同埋要額外俾錢，但係入面有 3D 遊戲、賽車、夾公仔同埋射籃球，超好玩，stay 咗成粒鐘。其實係因為有我最中意嘅跳舞機，哈哈。星座劇院呢2日都有4至5個 show， 但係我就更加中意喺 reception 對出吹住冷氣睇電影啦。夜晚返到去雙人露台房，可以見到超多星星同埋海浪，即刻想好似人魚公主咁唱返首歌，一邊唱歌一邊聞二手煙味，遠離生活煩囂，超正。雖然另一邊賭到好嗨，下集再 room tour 大家啦。